第5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喺韶關南雄珠璣古巷舉辦，你聽下，會長致辭係講粵語㗎。智慧同力量。今日啊，我哋大家懷住好激動嘅心情，相聚喺廣府文化嘅發祥地、千年古都韶關。我哋嘅先輩從珠璣巷走向嶺南，走向世界，喺異國他鄉開闢咗新嘅天地，卻始終不忘故土。呢種慎終追遠、開拓奮鬥、包容共濟、敢為人先嘅廣府人精神，早已融入咗我哋嘅血脈。你聽下，台上講粵語，台下又講粵語，大家同聲同氣，好親切啊！嗱，今日現場咧有成嚟自60幾個國家、1000幾位廣府人代表嚟到韶關。如果你係講粵語嘅廣府人，你一定要知道呢一條梅關古道。嗱，喺佢對面啊，好開闊嗰個咧就係江西嘅贛州，而喺梅關古道後邊咧就係廣東嘅韶關。1300年前，唐朝嘅張九齡揾人啊喺度用斧頭一斧一斧咁將呢條大魚嶺劈出咗呢條路，從此廣東嘅商人啊、讀書人啊去北方咧就方便咗好多。嗱，話說喺張九齡之後呢，好多中原嘅漢人啊，咁啊佢哋為咗躲避戰亂啊，就要逃難嚟南方啦。如果要入南方嘅話呢，行陸路一定要經過呢一條梅關古道。嗱，咁啊落咗山之後呢，就係著名嘅珠璣古巷。咁啊漢人喺珠璣古巷嗰度紮根，跟住再從珠璣巷出發，去到珠三角、香港、澳門乃至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咁從珠璣巷走出去嘅姓氏有180個，從珠璣巷走出去嘅廣府人後裔有8000萬人啊！最後問下你貴姓啊？你係唔係廣府人嘅後裔呢？